但是你伫路中看到导盲犬，有3项代志卖做，一项代志会当做。那3项代志袂当做的，第一项是卖饲导盲犬食物件，因只食饲料尔。哦。啊，因为狗仔咧，因都足爱食的，所以讲，伊若知影讲，伊后摆伫咧外口行路的时阵，有物件通食，有当通食，伊就一直找人，伊就莫行路。第2项呢，就是莫甲导盲犬搅了。好。你莫看到导盲犬足欢喜，你伫咧插帽啊，嘛是吹口哨，嘿，莫甲伊摸，啊，拢莫，因为伊要足专心帮伊的主人看路的。啊，第3项呢，就是莫阻挂导盲犬去任何公共场所。哦，莫拒绝。嘿，对，莫拒绝，对，莫拒绝导盲犬去公共场所啊，因为阮台湾的法律有保障导盲犬的权利，伊会当去任何的公共场所。吼，这是3项袂当做的代志。是，啊，还有一个会当做的代志就是你看到四种朋友伊有需要斗相共的时阵，你会当甲伊问。哎，你爱甲伊斗相共。使袂使的，一个爱的啦。你爱甲伊